你要一張咁靚嘅相，唔需要揾攝影師，亦都唔需要去咩 studio。你喺屋企呢，透過一隻手機同埋 AI 工具呢，你就可以整一張咁樣嘅相。最重要呢，就係免費嘅，最好呢，你可以先 save 上嚟或者 follow我。萬一你需要用到嘅時候，你可以揾到我。呢個 video 嘅最後呢，你可以有一張咁樣嘅相，女性你可以整到一張咁靚嘅相俾你自己。首先去你嘅電話揾呢個 Play Store， 跟住你去下載呢個 Google Gemini， 打開頭先嗰個 app， 跟住撳呢條蕉，跟住呢就打開呢個相機，揾個有自然光線嘅地方影張靚仔相，將我俾你嘅呢堆字呢擠落去，記得將瓜子嘅名呢改成你嘅名，記得撳呢個三角形喎，跟住呢就等佢行啦，跟住呢你只需要好有耐心嘅等待10分鐘，唔使咁耐，10秒鐘就搞掂噶啦，你就睇到你張相出咗嚟噶啦。家下呢你可能會問，我想拎呢張相落嚟喎，點搞啊？好簡單啫，你撳呢個 save， 咁樣你嘅相呢就已經下載落你嘅手機啦。女人版本呢我做一份噶啦，你唔需要化妝，AI 都同你化埋妝。